继续来看台中国泰世华银行发生一件抢案，一个男子拿着美工刀来抢劫，搁来劫持着一个女行员。这女行员是惊甲一直哭，其他行员离警察也未到位进前，拿着雨伞，摕着电击棒，企图要来阻止这个男子。这个男子是讲，伊未来伤害着任何人，伊敢若想要互掠去关来食免钱饭。尾仔警察到位，伊嘛乖乖甲警察去。过程无人受伤。原来这个嫌犯出狱5天，无法度来适应着社会，为着要过来食免钱饭，所以拿刀来抢劫。姓杨的查甫人手提美工刀，倒手甲女行员掠掉的，正手提美工刀放伫行员的肩胛头边啊！不要激动，不会伤害你。放下刀。你放开他，先生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我想吃牢饭。 看到当事人掠掉咧，另外一位女行员摕雨伞，可能是想要甲嫌犯手中的刀仔拍落来。另外一位男行员是摕电击棒伫另外一边警戒。你不要电我，我不会伤害他。他不会这样子，所以你刀子放下，你放开，他会说。他很害怕，你又很害怕，姐妹本。我想抢劫30万，我等警察来，我就会放开了。 这位查甫人讲，想要食免钱饭，要抢30万，未伤害女行员。其他的人客惊甲拢闪去边啊，行员嘛赶紧甲电动门关起来报警。不能骗我！原警到现场了后，这位查甫人才甲美工刀啊收起来，甲行员放开，封口手铐带转去警察局。 银行嘛发声明讲，无人受伤，嘛无财物的损失。警方调查，这位姓杨的查甫人，2019年才因为放火案入去，今年8月初4才拄出狱，过5天搁抢银行。伊甲警方讲，因为出狱了后无法度适应生活，才用这种方法想要搁转去。警方侦讯了后，以强盗罪嫌上班。